以后品旺就是自己的家一样，经常人过来看看啊。我带我儿媳妇来，我一定要带她来。看了这个厂啊，我感慨万分啊！名牌产品百年老字号，规模能够越做越大的很少。我以前做纺织的，在偶尔的机会认识到这个老板。这个厂啊，一直做不起来，吃政府补贴。哦，你是职业经理人，对，他是老板，他什么事也不管。要不要上市啊？必须的。准备什么时候上市啊？3年。其实你们还可以开发第三产业，专门吃早茶。有啊！你跟我想到一起了吗？到这里就是我们的餐厅。我7月份再来，让我的粉丝见证一下你说的话啊！7月份，我们所有的粉丝到这边来吃酱菜喝粥。这个展厅也是7月份弄好啊？对，全部要弄。我看你任务很艰巨啊！这里原来是平旺纺织厂啊，那现在这纺织厂呢？倒闭了是吧？边上是不允许再有企业了。那这个酱菜厂呢？但是酱菜厂是地理标志，享受特殊待遇。对，我们4合1品，品就是平旺酱品。哦，原来就叫达顺酱料。对，这是清朝时期的名字。现在开始做直播的准备工作，尽在于同儿下头服侍。我讲的苏州话你听不懂吧？啊，那个下头辣海装灯，那个同儿辣准备样品，那个下头辣准备脚本。他觉得这个不得了，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。平茂酱菜厂出来，现在实际花带松林镇来吃私房菜。来，罗大家。来，好，这来对了，一个啥个地方讲啊？很有年代感。夫子老说个讲，这个厂房是吧？哟，那个地方老热楼跟人家散的啦。哎呦，饭分吃来是一栋老师。哎呦，一个味道。来是熟悉了，我们来少不能看啊。那么一对侪是啥人啊？请得来吃饭噶？那个是我们2个师兄。等于的就是你戴帽姐，是不是？真的漂亮。小戴姐，没有一点水的啊！你现在放点黄酒，放点辣青。不，那点肉准备几伙人吃啊？放点生青，再来1块冰糖，再来点盐，等起烧好是整个屋里香，个味道不得了，香得个了。那个是那个私房菜啊！我从来没听说过放水海山肉干，是因为用这按照钩子的方法哎，这个就陶瓷块，扔到垃圾袋里面，水龙头上一冲，1个细菌都没有。按照你零售价是5980块，哪有人买的？买给你多的。今朝就是老师来的，你是1万加2000块啥个一张？搿张送狗是卖700块送不能，搿张是500块送不能，68块的2块，来算算个800块送不能。6点钟才好吃饭的，夸。放一点点盐就可以的啊。简单，用一种钩子，它划语言，其他费晓得个，用陶瓷块也可以，关上它都没问题。一划盖，哇，一个陶瓷块直动的就直动的搿点，比老向不热个，摸看不烫的。哎，里向一那拨滚，哎，那个钩子哪不烫了？你或者别个钩子烫的不做哪一年噻，所以包不上去噻。这个温度比一般个盒子要高到几倍。咁么两张电脑费摘脱噶？这样他们改改，不是动力的。比老3千5。饭菜四备，随等煮大菜出工。可以了，打开你看，刚才没有汤，现在烧出这么多汤来呢。哎，奇怪得不得了哇！砂锅私房菜开吃。那你怎弄？能个。喂，每个商场买不到，只有我这里。汤香正劲。你为啥要钩子多个出来那个味道来个？是这样。